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。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天蠍座對雙子座。水象嘅天蠍傾向深入觀察同埋掌握核心，風象嘅雙子就經常喺唔同話題之間轉嚟轉去，一個想捉住重點，一個就不斷轉移焦點。咁樣嘅組合究竟會點樣互動呢？當一方希望能夠深入了解同埋建立連結，而另一方就比較重視輕鬆自然嘅相處過程，咁呢段關係究竟要點樣發展落去呢？匹配度62分。天蠍喺感情入面比較傾向專心投入一段關係，希望互動可以越嚟越深入，透過觀察同確認去建立安全感。雙子就更加着重相處嘅過程係咪輕鬆自然，願意投入時間，透過陪伴同埋互動去慢慢累積親密感，但對情感嘅深度就會保留較多嘅彈性。兩個人對親密應該點樣去建立嘅諗法本身就唔一樣。當天蠍開始期待段關係逐漸走向更加穩定同埋更加專注嘅時候，雙子仍然想保持住自在相處嘅節奏，未必急住將關係推去更深層嘅狀態。呢種狀態好容易會令天蠍覺得自己嘅投入好似唔太對等，而雙子就會開始覺得呢段關係上慢慢變得有壓力，久而久之就會變成一邊想加深連結，一邊就想維持輕鬆嘅互動，感情就自然會出現拉扯同埋角力啦。天蠍追求深入嘅交流，從而建立互信。雙子雖然好向往傾偈，但係就希望保持輕鬆。喺朋友嘅層面上，佢哋究竟會點樣相處呢？投契度60分。天蠍喺友情入面傾向投入時間同埋情感，希望朋友之間可以建立穩定嘅信任同埋更深層嘅連結。雙子就比較享受互動本身帶嚟嘅輕鬆感，比較中意透過傾偈同埋日常交流嚟維持關係嘅熱度。兩個人對友情所期待嘅緊密程度，其實有好明顯嘅唔同。當天蠍開始想將友情推到更深層嘅信任關係，雙子仍然都仲係維持翻原本自在嘅互動方式，好少會刻意加重情感上嘅投入。當天蠍發現大家嘅諗法始終都無法一致嘅時候，多數都會選擇將期待收翻，而雙子亦都唔會特別作出任何調整。所以呢段友情多數都發展唔到成為深交，但係要維持住一般友誼嘅話，咁都仲係可以嘅。一個習慣緊貼每個進度，直到見到結果先至放心；另一個就傾向同一時間去做幾樣工作，不斷轉換重心。咁樣嘅合作可以有工作效率嗎？合作度55分。天蠍喺職場入面傾向專注喺核心任務嗰度，習慣深入研究問題嘅本質，確保每一個環節都喺自己嘅掌控之中。雙子就偏向同時處理好多樣嘢，靠住快速溝通同埋即時調整去推動進度。兩個嘅做嘢手法，一個講究深度同掌控感，另一個就重視流動性同效率。當兩個人一齊負責同一個專案嘅時候，天蠍傾向依照固定流程一步一步咁推進，完成一個階段之後，先再接住落下一步。雙子就會以並行方式去處理唔同環節，同時推動多個進度點。由於工作節奏同處理嘅順序上並唔相同，雙方好容易對專案而家去到邊一個階段出現認知上嘅落差。一邊以為已經去到下一步，另一邊其實仲喺度搞緊之前嘅流程，令到合作進度好難配合。所以一旦涉及到大型同埋複雜嘅專案嗰陣，佢哋通常都好難協調得到，或者一啲短期嘅簡單合作會相對可行一啲。當兩個人正面較勁嘅時候，天蠍習慣逐步進逼，試圖掌控局面；雙子就會不斷轉換路線，去尋找突圍嘅空間。呢場對決究竟會點發展呢？競爭百分比63對37，天蠍獲勝。天蠍喺競爭入面，好擅長長時間緊盯住對手嘅動向，等對方一鬆懈或者露出破綻嗰一刻，就會施以迎頭痛擊。雙子就傾向用靈活變化去試探，希望靠住不斷調整行動，可以揾到突破嘅缺口。不過呢類試探性嘅行動，往往喺仲未累積成一套完整嘅攻勢前，就已經先露咗餡，俾天蠍可以提早預判，再作出精準反擊。雙子嘅靈活本來係一個優勢，但因為行動太過分散，反而變成弱點，最後比天蠍更加容易捉到破綻，攞到主導權啦。天蠍對雙子嘅總結：天蠍喺各種互動入面，通常都會先鎖定目標，再持續追蹤同埋推進。雙子就比較習慣喺行動之中不斷調整方向，保持選項嘅流動性。
兩者喺思維同埋行動嘅方針上都唔係好相同。呢種差異喺感情入面好容易令到雙方嘅投入程度難以深入，喺友情之中就會令關係嘅層級逐漸拉開，而喺職場合作上更加容易演變成流程錯位同埋進度不一嘅問題。同樣嘅行為模式反覆喺唔同嘅場景入面造成摩擦。當互動需要有明確嘅方向同埋持續投入嘅時候，天蠍往往都會選擇收緊行動，提高自己嘅集中度，而雙子就會繼續維持原本靈活試探嘅方式，唔太會刻意改變。所以呢個組合如果要發展成一種長期穩定嘅互動模式，實際上係相當困難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你下一次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仲有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